忙你忙，我还有事儿呢，咱回头再谈。哎，不，现在就谈。啊，现在就谈。对了，你的名字已经写到军帖上去了，赶快应征入伍去吧。啥叫我入伍？哎，对。哎呀，那我刚娶了媳妇儿咋办嘞？你爱咋办就咋办，我可管不着。哎，枪毙押境了！哎呀，这咋办嘞？叫我入伍，我咋办嘞？俺这媳妇儿咋办嘞？啊？哎，地方大爷，地方大爷。什么人呐？是我爹爹。哦，我这里有紧急军帖，给拿去让他一看便知啊。爹妈，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？不错，只因秃栗子侵犯我国，边关紧急，要你速速应征入伍。哎呀，他已年老，早已退休了啊。那可有儿子代替？哎，我无有兄长，只有一个兄弟，年纪尚小。爹爹年老独臂，哎呀呀，只
将你父送进去吧。地方，哎，地方，地方！
道是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倘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，只图安乐，可知国破之后，这阖家老小也难得保全。以我之见，还是即刻前往应征。爹爹原职果然不错，只是爹爹年老多病，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？儿啊，事到如今，也顾不得许多了。爹爹，我不让你去！爹爹，我不让你去！爹爹年迈，兄弟年幼，女儿情愿，女扮男装，顶替我兄弟的名字，就说花罗里替父从军，爹娘人看如何？你说什么？女扮男装，代父从军。你莫讲疯话啊！那怎能使得？妹妹，原来你就是这个主意。姐姐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！姐姐，真是好主意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！华夫，爹爹，华夫，开门来！华虎在此。华夫听着，二次传令，军情紧急，限令入伍之人准备战袍、马甲、兵器，昼夜赶赴边关，不得有误。知道了。啊，地宝，啊，地宝，他已年老退休，且又体弱多病，怎能上阵杀敌？还请地宝好言相告，就免征了吧。啊！哎，这乃是朝廷的王法，谁敢违抗？华虎随后就到。啊，早些准备，赶赴边关去吧。
看来儿若是比不过你，比不过啊，这从军二字休在出口。爹爹说话，说话说一，儿老姐姐快去包间来呀！慢来慢来，为父还要准备准备呀。怎么，爹爹还要准备准备？是啊，我要准备准备呀。好，准备吧。
交道于你。爹爹，请。儿啊，爹爹，进得帐去，见了元帅，先贞观，后丹臣。元帅在上，花木里参见元帅。罢了。爹爹，女儿我会你了。试试看。爹爹，请看。见了元帅，先贞观，后丹臣。元帅在上，花木里参见元帅。帐前听典。啊！咱那女儿去得了，怎么他去得了？去得了。多谢爹娘。起来，起来。来，你们看这匹高头大马怎样？哎呀，真是一匹难得的好马呀！姐姐，你真的要走了？你真的要走了？儿啊，此番倒在边关，你要多多保重，为娘时时不放心啊。母亲，木兰，儿啊，此番带父从京，到了边关，要听候号令，文勇杀敌，待等山河收复，你要早日万里呀！早日万里走，早领双亲，咱今日可不把旁人来恨，恨只恨徒弟子
不早，赶快上路去吧。
你母令你把男装带赴从军，一路之上披星戴月。过了黄河有渡黑水，耳旁只听河水潺潺，这爹娘唤儿的声音已听不见了，爹娘在协会带走吧伙计们，这里有水有草，咱在这协会带走吧好，这里有水有草，我们让马儿吃饱饮好。好，一同下马。对了，下马。敢问壮士，你敢是扶墙的应当去的吗？正是。我们也是应征去的。好，我们何不结伴同行？这结伴同行，请问壮士尊姓大名，哪里人士？在下马木里，乃延安府上一村的人士。花壮士甚了。好说了，听闻诸位尊姓大名？我叫王府，主名孙继安。我叫刘忠。哦，是人了。哎，咱们还是同乡啊！这就太巧了。反正都是苦命人呗。哎，刘大哥，你又在乎讲些什么？花壮士，请来请起。还是诸位前进。好，我们一同上。